小姐为咱唱一段活泼的歌曲《爱情的恰恰》。洪小姐，谢谢。 唱这条《爱情恰恰》足活泼的歌。洪会长在中半岛吼，伊是领导吼有方他们那个乡会中半岛，拢定定不时就是咧卡拉 OK 跳舞，所以他们都是有能舞能歌能唱都可以。谢谢大家欣赏。